喺香港影壇嘅璀璨星河中，有咁三位演員，佢哋曾以兇狠烏殺嘅形象喺銀幕上留下深刻印記，被觀眾合稱為影壇三大惡人。佢哋便係盧衛光、張耀揚同林國斌。時光流轉，如今佢哋都已經步入人生嘅後半程。而盧衛光67歲生日時與老友嘅相聚，宛如一幅溫暖嘅畫卷，緩緩展開佢哋過往嘅歲月同深厚嘅情誼。盧衛光67歲生日呢一日，冇奢華張揚嘅大肆慶祝，卻有着老友相聚嘅樸素溫暖。佢喺酒家包廂設宴，雖冇大排場，卻處處透住用心。包廂入面燈光柔和，佈置簡潔而不失溫馨，為呢場聚會營造出愜意嘅氛圍。盧衛光當日以一身黑色裝扮亮相，歲月喺佢身上似乎格外留情。67歲嘅佢，身姿挺拔，髮型帥氣，胸前佩戴嘅掛飾增添咗幾分時尚感，整個人有型有款，風采不減當年。佢企喺包廂中央，迎接陸續到嚟嘅老友，面上洋溢住真誠嘅笑容。最先映入眾人眼簾嘅係張耀揚。62歲嘅佢，一如既往地以銀色長髮示人，頭上仲架住一副墨鏡，瞬間成為全場焦點。嗰頭銀色嘅中長髮喺燈光下閃爍住獨特嘅光芒，唔單止搶鏡，更彰顯出佢嘅個性。而佢健碩嘅身材更加俾人驚嘆不已，牛仔褲搭配格紋襯衣，襯衣被佢嘅胸肌撐得鼓鼓囊囊，隔住件衫都能感受到佢上身肌肉嘅發達。佢邁住自信嘅步伐行入包廂，同盧衛光熱情擁抱，嗰爽朗嘅笑聲回蕩喺包廂裏頭。緊接住林國斌都到咗。64歲嘅佢走嘅係與張耀揚截然不同嘅風格。佢唔似張耀揚咁走有型路線，亦唔似盧衛光睇落嚟咁有味道。喺佢身上更多咗份成熟同居家嘅氣息。當日佢身穿白色針織衫，頭戴白色帽子，打扮悠閒自在，手上戴住佛珠，目光柔和，帶住絲許儒雅嘅氣質，俾人一種親切平和嘅感覺。佢微笑住同盧衛光同張耀揚打招呼，三人企喺一齊，仿佛時光倒流，又翻到曾經一齊並肩奮鬥嘅日子。現場仲準備咗多個定製嘅蛋糕，其中一個蛋糕格外引人注目。蛋糕上面有一個顯眼嘅發字，旁邊仲擺住雪茄、供酒嘅擺設，顯然係為中年人量身打造嘅，寓意住福氣滿滿、生活富足。蛋糕前放住塊牌子，上面寫住光哥生日快樂，簡單嘅幾個字，卻飽含住老友們對盧衛光深深嘅祝福。三人捧住蛋糕合照，盧衛光企喺中間，佢年紀最大，但歲月並未喺佢面上留下太多滄桑嘅痕跡，依然精神矍鑠。張耀揚同林國斌企喺佢嘅兩邊，手自然地搭喺佢嘅肩膀上，三人面上都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呢一刻，時間仿佛凝固，記錄下佢哋珍貴嘅情誼。盧衛光、張耀揚同林國斌被稱為影壇三大惡人，呢並非偶然，而係源於佢哋從前喺影視劇中多以反派角色為主。嗰啲經典嘅銀幕形象，至今仍俾觀眾記憶猶新。盧衛光喺動作電影領域有着極高嘅知名度，佢憑借紮實嘅武術功底同兇狠嘅表演風格，塑造咗一個又一個令人膽寒嘅反派角色。喺許多香港動作片中，佢常常係主角嘅強勁對手，同成龍、李連杰等功夫巨星都有過精彩嘅對決。佢嘅動作乾淨利落，拳腳功夫十分了得，每一次出場都能俾觀眾帶嚟強烈嘅視覺衝擊。尤其係喺一啲黑幫題材嘅電影中，佢飾演嘅黑幫打手冷酷無情、心狠手辣，將反派角色嘅邪惡同囂張演繹得淋漓盡致，俾觀眾對佢又恨又怕。張耀揚則係憑借其獨特嘅氣質同出色嘅演技，成為咗反派專業戶。佢長相硬朗，眼神犀利，俾人一種不怒自威嘅感覺。喺電影《古惑仔》系列中，佢飾演嘅烏鴉一角堪稱經典。呢個角色囂張跋扈、心狠手辣，為咗達到目的不擇手段。張耀揚將烏鴉嘅邪惡同瘋狂演繹得入木三分，俾觀眾對呢個角色恨之入骨。
佢嘅每一個動作，每一個表情都充滿咗張力，將反派角色嘅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此外，佢喺其他一啲犯罪題材嘅電影中，亦塑造咗許多令人印象深刻嘅反派形象，成為咗香港影壇反派角色嘅代表人物之一。林國斌同樣以反派角色聞名影壇，佢有着帥氣嘅外表，但飾演嘅角色卻常常係陰險狡詐、心狠手辣嘅反派。喺電影《破壞之王》中，佢飾演嘅斷水流大師兄，傲慢自大、目中無人，憑藉住高強嘅武功同囂張嘅氣焰，成為咗影片中嘅一大反派亮點。佢嘅表演自然流暢，將斷水流大師兄嘅狂妄同邪惡詮釋得十分到位，俾觀眾對佢印象深刻。喺一啲警匪片中，佢亦常常飾演黑幫頭目或犯罪分子，將反派角色嘅複雜心理同兇狠手段展現得恰到好處。然而，時隔多年之後，三人再次聚首，昔日嘅戾氣早已一掃而光。特別係林國斌，完全就係一副居家好男人嘅形象，慈眉善目，同銀幕上嘅反派形象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呢俾人唔禁感嘆，歲月唔單止改變咗佢哋嘅容顏，亦磨平咗佢哋嘅稜角，俾佢哋變得更加平和、寬容。林國斌同盧衛光相識已有40幾年，佢哋嘅友誼經歷咗時間嘅考驗，愈發深厚。1984年，兩人都處於人生嘅低谷期，為咗生計，佢哋一齊做保安。喺嗰段日子裏頭，佢哋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對生活嘅困難，每日一齊站崗、巡邏，分享住生活中嘅喜怒哀樂。雖然工作辛苦，但卻充滿咗溫暖。後來，佢哋迎嚟咗人生嘅轉機，一齊簽約咗李修賢嘅公司。喺公司嘅日子裏頭，佢哋一齊努力拼搏，不斷提升自己嘅演技同武術水平。佢哋經常一齊探討劇本，交流表演心得，互相鼓勵，共同進步。之後，佢哋又先後入咗成家班，呢更加係俾佢哋嘅友誼得到咗進一步嘅升華。喺成家班裏頭，佢哋同其他演員一齊並肩作戰，參與咗許多經典動作電影嘅拍攝。佢哋一齊經歷咗拍攝嘅艱辛同危險，亦一齊分享咗成功嘅喜悅同榮耀。喺嗰啲日子裏頭，佢哋相互照顧，相互支持，兄弟感情日益深厚。張耀揚同盧衛光喺80年代就已經相識，兩人合拍過電影。喺片場，佢哋一齊研究動作戲嘅拍攝，互相切磋武術技巧，建立咗深厚嘅友誼。此外，張耀揚同林國斌亦一齊拍過電影，佢哋喺銀幕上係對手，喺生活中卻係好朋友。呢啲年，三人不時出席聚會，無論工作多忙，佢哋都會抽時間相聚，一齊回憶過去嘅點點滴滴，分享生活中嘅趣事。佢哋嘅友誼就似一壇陣樣嘅美酒，越久越香醇。盧衛光嘅人生就似一部精彩嘅電影，充滿咗傳奇色彩。佢出生喺老撾，為咗逃避戰亂以及尋求更好嘅生活，19歲就背井離鄉，嚟到香港討生活。初到香港，佢面臨住語言不通、生活困難等諸多問題，但佢並冇俾呢啲困難打倒。細個嗰陣，盧衛光因為崇拜李小龍，對武術產生咗濃厚嘅興趣。佢開始學習泰拳、跆拳道等，憑藉住自己嘅努力同天賦，逐漸掌握咗呢啲武術技巧。喺香港，佢成為咗一名職業拳手。喺拳台上面，佢揮灑住汗水，展現出咗頑強嘅鬥志同出色嘅實力。佢連續7年拿下香港泰拳冠軍，成為咗香港拳壇嘅傳奇人物。機緣巧合之下，盧衛光被李修賢相中，邀約佢拍夫。就咁樣，佢踏入咗娛樂圈，開啟咗自己嘅演藝生涯。雖然佢一直冇大紅大紫，但喺業內卻相當有名氣。佢喺動作電影中展現出嘅精湛武藝同兇狠表演風格，贏得咗觀眾嘅認可同喜愛。佢同許多知名導演同演員合作過，參與咗許多經典動作電影嘅拍攝，為香港動作電影嘅發展做出咗自己嘅貢獻。盧衛光曾經同阿姐黎淑賢有過一段婚姻，兩人相識相戀，攜手走入咗婚姻嘅殿堂。婚後，佢哋育有2個仔，
家庭生活一度十分幸福美滿。然而呢段婚姻並冇走到最後，兩人最終離婚。離婚後，盧衛光獨自承擔起拉扯仔大嘅責任。佢一邊努力工作，一邊照顧仔嘅生活起居，雖然辛苦，但佢卻從未抱怨過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住父愛嘅偉大。兩個仔喺佢嘅悉心教導下，都成長為恤氣、有型、孝順、聽話嘅好仔。如今睇住仔們健康成長，盧衛光感到十分欣慰。呢亦算係佢對生活嘅一種老懷安慰。曾經都係喺娛樂圈叱咤風雲嘅演員，隨住時間嘅流逝，年紀嘅增長，佢哋都已經打唔動啦。曾經喺銀幕上威風凜凜嘅惡人們，如今亦漸漸淡出咗觀眾嘅視線。但佢哋並冇因此而消沉，而係選擇咗各自安好嘅生活方式。盧衛光呢啲年隨住年紀漸大，已經甚少喺台前演出。不過佢依然活躍喺社交圈子，有着不少曝光嘅機會。佢享受住同老友相聚嘅時光，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，過住悠閒自在嘅生活。佢珍惜住同仔們一齊嘅每一刻，睇住仔們逐漸長大成人，佢感到無比嘅幸福同滿足。張耀揚亦逐漸減少咗喺影視圈嘅活動，佢將更多嘅時間放喺生活上。佢中意享受寧靜嘅時光，偶爾會參加一啲公益活動，用自己嘅影響力為社會做出一份貢獻。佢依然保持住健碩嘅身材，注重健康嘅生活方式，展現出咗一種越老越有味道嘅魅力。林國斌則完全係一副居家好男人嘅形象，佢更加注重家庭生活。佢陪伴喺家人身邊，享受住天倫之樂。佢嘅目光柔和，帶住儒雅嘅氣質，俾人感受到佢內心嘅平和同安寧。盧衛光67歲生日嘅呢場聚會，唔單止係一次簡單嘅慶祝活動，更係佢哋深厚情誼嘅見證。喺歲月嘅長河中，佢哋一齊經歷咗風風雨雨，有歡笑，有眼淚，有成功，亦有失敗。但無論時光如何流轉，佢哋嘅友誼始終如一，就似鎮釀嘅美酒，越久越香醇。佢哋嘅故事亦成為咗香港影壇嘅一段佳話，激勵住更多嘅人珍惜友情，勇敢面對生活嘅挑戰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